最近咧，有人問點樣可以保持情緒穩定？好老實講啊，我覺得保持情緒穩定呢一件事咧，係一個好無稽嘅話題嚟嘅。因為人有七情六慾，情緒波動先證明你係一個正常人。如果要你嘅情緒一直都保持喺一個平均值裏面，其實好難噶，而且都唔現實，係咪？唯一可以嘅就係真係某一個時候可能瞓咗喺度，即係嗰個心跳突突突突突咁嘅時候啦吓。所以我覺得更重要嘅係點可以喺有情緒嘅時候去做好調節。當有波動嘅時候，你可以感受完波動之後，可以令到你迅速咁樣翻去一個平和嘅心態，呢個先係重點。對於我自己嚟講，我覺得我就係去學習 NLP 裏面講嘅，冇兩個人係一樣嘅。若要人似我，除非兩個我。所以既然兩個人係唔可以係一樣嘅時候，大家溝通起身，咪要講邊個有效果咯。如果你想說服我得，咁你話俾我知點解我要聽你嘅，係咪？如果你又說服唔到我，咁大家咪保持友好，相互尊重咯。如果都冇辦法尊重，咁你咪話俾自己知道，尊重唔到你係佢嘅課題，我自己尊重自己咪 OK 咯。